風格新鮮啲。呢度就係 lift lobby，咁就一條長走廊，就兩邊有唔同嘅房。呢間就 A 單位，入門有少少走廊啦，行前去就一個長廳，再行前去就望到個黃大仙廟，嗰邊就黃大仙地鐵站。呢間就376尺，咁就玄關位啦，一字型嘅廚房啦，咁台面就相當細，實用率高嘅。轉入去就兩間房，第一間房嘅 size 幾好嘅，同埋佢落地窗。咁呢邊就舊樓啦。獅子山 ，OK。再轉入地就係個浴室，配置上幾靚嘅，手工上都唔差，同埋佢有窗嘅。呢邊就主人房，同頭先嗰間房差唔多，都係一個角窗，咁望出去感覺幾好嘅。咁呢邊就向北，似呢間兩房嚟講就個廳就窄身啲，其他就冇乜特別難處。呢間就 B 室，入嚟就一個長廳，然後就3合1嘅露台啦，咁個露台都幾正，望出去景觀向北。咁個長廳嘅配置都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呢個廚房再細啲，咁將餐台就應該擺呢個位。然後呢度就有一個鞋櫃位，再轉入嚟呢個就係浴室，都 OK 嚟。咁就兩間房啦，感覺上就差唔多。呢邊有少少面壁嘅感覺。但側身少少都會望到個聖母小學。咁呢間房就再大多少少，埋佢會望側咗少少，景觀會闊少少，同埋佢預留咗一個衣櫃位俾你。呢間就飛機廳嘅值啦，咁用起上嚟就相當實用。